同款是動物的權益來關心，這2月初時呢，有中華的民眾是通報講，有一隻號做是健康的這個狗仔，互伊的主人甲伊虐待，後來這隻狗仔呢嘛安尼失蹤去。這動保團體是找個外月，落尾呢頂禮拜六才總算佇個新港的出海口附近來找到哪像是這隻健康的這個狗仔的遺體。動物防疫所是表示講，若准確定這個狗仔的主人確實是有影甲虐待，安尼是會配合司法調查追究責任。這位查甫人提鎖仔直直咧拍坐佇塗骹的狗仔，中華進前發生主人虐待狗仔的事件，這麼殘忍的行為，全部攏互對面的厝邊落落來通報動防所。但是這隻叫健康的狗仔卻離奇失蹤，動保團體甲善心人士找個外月，則是佇新港鄉發現哪像是這隻狗仔的遺體，大家衝去主人兜，想要討一個講法。出來面對，出來認狗。甲拍我唔敢講無，因為伊咧甲洗澡咧洗身軀，甲噴甲幾大。你相信你囝無甲拍死，打落片迄邊也無可能。無好啦，好啦吼。中華動防所表示，針對主人拍狗仔的事實明確、情節嚴重，已經依照動保法加賠罰3萬塊。目前當咧檢驗佇新港發現的狗仔遺體，是毋是這隻叫健康的狗仔，專案已請警察單位偵辦。但是動保團體認為，2月初5通報有狗仔受凌遲，但是動防所無第一時間去稽查，才會失去救援的時機。為釐清相關事實，以及確認飼主是否有違反動物保護法第25條虐待或傷害動物等致死等刑事責任，本所目前已將相關行政調查資料與事證移請警察機關依法偵辦。在2月5號第一時間他應該去稽查，那在2月6號他們有說他們有到這個現場去，當場應該先把他住家的所有監視器先扣留，這個是很重要的證據。動物保護所的稽查人員很明顯就有失職。動保團體表示，目前已經有協助通報厝邊向狗仔主人提告虐待動物死亡，隨後邁向監察院提出中華動防所行政疏失的定情。中華動防所強調，任何虐待動物的行為，攏是依法調查處理，絕對嚴辦。記者楊淑晴，中華報道。